一天，那么是他的优势，同时呢，他的脚步移动的灵活，也比较是他的优势。那么，胡尔查比利格这名选手呢，他是属于力量型选手，出拳非常重。胡尔查比利格的话，他是旨在要撕开麦麦蒂托尔森琼这个双手的架势，然后打到近身的机会，然后给予对方一手重击。他刚才的这个重击效果还是有的，但是麦麦蒂图尔森琼的移动能力是非常强。在之前的晋级赛过程，我们看到这是麦麦蒂图尔森琼的这个后援队这是老的拉拉队。是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工作组来到了这个现场给他加油呐喊。我们看一下慢动作的回放。这一回合，麦麦蒂图尔森琼依然是用自己的这个臂展优势，把距离控制很好。但是胡尔查比利格的还击重拳也是有打到这个麦麦蒂图尔森琼。第一回合来说的话，麦麦蒂图尔森琼没有像在之前晋级赛过程当中打得那么轻松了。这一回合的话，也消耗了他不少的体能的。我们看从回合间休息，他这个喘气儿就能看出来。好，接下来第二回合开始。麦麦蒂图尔森琼用自己灵活的步伐在不停的移动，胡尔查比利格在找重拳的机会，又不停的试探漂亮，这直接冲了过去，对麦麦蒂图尔森琼进行一个猛烈的进攻。麦麦蒂图尔森琼的这个双手的报架依然是拿得非常的低。我们看到很多的选手一般是用前手刺拳，就是去试探性的对对方进行一个进攻。但是麦麦蒂图尔森琼由于他的臂展太长，他的后手拳也直接能够起到前手拳这种点击的作用。但是相对而言的话，胡尔查比利格的拳的力度要比麦麦蒂图尔森琼要更强一些。麦麦蒂图尔森琼是典型的那种点式的打法，要靠点数来赢得比赛。重击能力是不如胡尔查比利格的。这两名选手呢，应该说是我们这个那么多比赛对手当中相互比较熟悉的两名选手。那么多次的都这个同台竞技。那么在我们这个中国拳王赛和去年的中国拳王争霸赛当中两名选手都是战胜他们各自的对手。那么麦麦蒂图尔森琼呢？这个是在今年他这个晋级赛当中呢，战胜了这个原国家队队长刘伟，那么获得了和胡尔查比利格争夺金腰带的机会。没错。那么胡尔查比利格呢，又是在去年，在我们的中国拳王争霸赛比赛当中呢，又是同样也是击败了原国家队的队长刘伟，获得了中国拳王争霸赛的冠军。所以这个两名选手都是同样的是。打败了同一个对手，获得了能够在今天同台竞技的这样一个机会。那么，这也是我们今年中国拳王赛南宁站最后一场比赛，69公斤级的金腰带的争夺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麦麦蒂图尔森琼一改往日这种保守的打法，刚才的一轮进攻也是给胡尔查比利格进行了一个很沉重的打击。但是胡尔查比利格刚才也是还以颜色，还以了重击。近身的拼搏过程当中呢，麦麦蒂图尔森琼的后手拳找机会比胡尔查比利格找的更多一些。这个后手拳冷不丁的过来给一下。现在胡尔查比利格往前压，不停的压着麦麦蒂图尔森琼走。后手拳，但是有一些要打后脑的嫌疑刚才。双方缠抱在一起，及时的分开，及时分开。麦麦蒂图尔森琼是我们国家拳台上的一个功勋老将。那么胡尔查比利格呢，又是这个新锐战将。所以两名队员今天这个比赛确实会有很多的看点。对，但是对于比利格来说，胡尔查比利格来说，他这个选手其实两个选手年纪差的不多麦麦蒂图尔森琼是29岁，然后胡尔查比利格是28岁，因为。麦麦蒂图尔森琼可能更早的进行了这个拳击方面的比赛，所以说他的这个功勋也是拿得更多一些。对，他主要是场次比较频繁。那么你想，他今年29岁，参加过3届全运会了，所以这个应该说就是至少是在17、18岁就开始进入到比赛了，拳击领域进行征战。那么在这个
今年的天津全运会